拳頭可以反抗咩？紅哥，我係自願㗎。拳頭在近，官府在遠，要以客接人。你哋民主大人好仇！個假若成咁，注定要俾人利用。我有叫你贏咩？唔係就嚟到反抗咩？星龍下現沙灘嘅上海高人，我爸爸嘅名叫做梁山。你覺得我哋楊家世世代代都係輸，係咪啊？呢啲可以俾你冇人心㗎！我有一個目標，翻去再打你。始終我同我阿爸一樣，都係輸。功夫咧，對我嚟講係黑暗日子嘅一束光。學功夫咪一爭輸贏嘅，可能我都係輸㗎。功夫嘅精神，亦都係我哋中華民族嘅精神。